总理府为文笔经典，为优为写出人文风情。好多人甲我讲看伊嘅小说，如像提看天样穷样，睇伊嘅文史当中体会到采体嘅客家生活，感受到人同土地嘅连结。伊感觉讲自家系客家子弟，也过骄傲，伊同一个客家词汇写嘅作品，像当年嘅立山文学样，如系同一个具有客家情怀嘅作品，而收加一本韩国导演。也系贫贱夫妻一本书杜风，作者为一年带定青年呢，伫素养下等老公归陆下尾重建。小说破苗有讲到，竹头村的中头好，有一条一年透天如金墙的太阳树，点点叶如系点美。还有第三农村杜风，讲到种台每ye每家系竹头种的两相同。总理府用以归属落嘅写法，含用嘅归丰富嘅色彩同比论，将地方景色写到归感动人。其中归太一部分係啲嘅講高雄民農也嘅客家種，更加用時間講家下，無就係精神嘅理想一道，才體合面嘅生活情形，錄寫到詳詳細細。唔看也小說中嘅五線，全部都標準嘅客家五線啦，非常嘅能幹，而行路精神穩樸。非常嘅安尼嘅伶俐講話，非常嘅有安尼嘅集團力是參加兩屆立山文學營，學校接受邀請做公司嘅蔡家勇。最想唔到嘅就係，就算佢經過為幾廿年，也係還看得到總理府這樣時下嘅人文風情。我記得他曾經講過，就是石門，就是一邊扮演的石門，然後就像那個。打開的牛閘門一樣，石頭就像那個牛群奔走而下的那種壯觀的場景。那我覺得在那個過程裡面，其實是可以感受到他在寫這個景。其實不管是經過幾十年後，我再去到現場的時候，閱讀他的文章，就會發現說，這個場景是沒有改變的。我的書在裡面，他就寫到說，我攀出藤椅，以及另外一條圓形機凳，以便。幾多年講，看總理府寫嘅文章就上嘅出版面，按樣嘅文史魅力，每項嘅民農才體藝術家用也嘅文學來創作，係用種子藝術表現出小說杜風寫嘅內容，希望向韓國當年來認識總理府歸獨色有真心嘅作品。看一看念過去之後，就沒有辦法深入去品味。然後如果說你今天看到遠方的那個，就有一個人蹲在那邊，然後手持石蛙。當你念這個文本去看那個這樣一個地景裝置的時候，因為剛書就馬上就會浮現。對啊，我在創造就是那個畫面。那我認真總理府做得講全講下，所以也為作品杜好沒有意圖為行業意思，也為順嘅介意整理分類就發現講，也講寫作家下對有條嘅翻譯，佢堅持聽從愛用行業嘅意思來寫。客家始終影響伊嘅文學。伊講伊媽唔想改，伊也冇想要推改變。伊講一個就係藝人的特色，就係客家寫嘢就係一種特色，你可以同其他嘅地方嘅文學做一個區別。據有名嘅文學家鍾少珍說講，總理府生活當中嘅所有就係文學兩雜事天天，係講換一個角度來看，總理府文學當中嘅所有其實咪係生活兩雜事。所以，推介到以跳中年成發的民農，未會推到以收來嘅山歌童謠，無就係客家公園一道，而對客家嘅感情。而用也一筆，為這樣時嘅客家文化留下為一定讚美記錄。客家新聞陳永尊、陳欣怡、高雄民農報道。